都市人工作繁忙，壓力好大，經常都瞓得唔好，甚至乎多嘢諗瞓唔着添。今日介紹一款花茶俾大家，可以解鬱安神、滋陰補肝、抗氧化，而且有助眠嘅作用添。材料方面，我哋有玫瑰花安胃嘅作用，然後有月桂花，佢有疏肝解鬱同埋抗氧化嘅功效，再加埋合歡花，有理氣安神、滋陰養血嘅功效。呢個花茶嘅做法非常之簡單，我哋有玫瑰花、月桂花、少量嘅合歡花，放入去養生壺度，加350個 ml 嘅滾水，煲滾咗，再焗15分鐘就飲得㗎啦。如果唔用養生壺，用保暖杯都可以嘅喎。焗咗嘅花茶記得先聞後飲喎，咁樣會更加有效咁幫助我哋舒緩情緒嘅，而且仲可以反覆沖泡2至3次添。所以建議大家臨瞓前2個鐘頭飲，咁就唔怕瞓覺嘅時候飲得太多水啦。講個小秘密俾你知啊，花茶含有大量嘅維他命 C 同埋抗氧化物，除咗可以減壓助眠之外，仲可以改善膚色嘅，大家都去試下啦。留言 Win，我會 send 個 recipe 俾你。